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关心这个 F-51的战机昨来失事栽落海，飞官朱冠望虽然来跳伞，也是救无倒来。朱冠望捌来就过举光皇帝节目，镜头前伊来演奏着自创曲《那天》，记录家己伫个军中生活点点滴滴。即摆不幸来殉职，各界拢真惋惜。国防部长严德发早起到伊的灵堂去上香，慰问家属。 国防部长严德发到殉职的飞官朱冠望灵前慰问家属。因后母伫灵堂非常的艰苦，因后生朱冠望在生时，毋若真骨力，佫伫军中成立乐团。这首歌曲《那天》就是朱冠望因创作的，一直都还没有属于自己一个明确的路线跟歌曲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共识，就是想要做一首我们虎团自己的歌。当下我跟团长的心境跟这个出发点，就是从当初在官校成长的生活，然后一直到飞训，然后。 到了步训队换训换装的这个习飞的一整个过程，记录军中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想袂到讲会发生意外，也毋过飞行记录关键对话录音笔到即马也未找到，因为风影伤大，应有3公尺悬，和这个互机体作业暂时无法度进行。